你好，我係鄧強興。2026年7月19號，隨住加美麥主辦嘅 FIFA 世界盃閉幕，一切回復正常，歌舞升平，享受人生。係啊，我同老婆喺舉行世界盃嘅嗰個月，睇咗幾十場嘅波，推咗好多嘅聚會。今次世界盃啊，係我喺加拿大50年以嚟第一次見到喺加拿大有份舉辦嘅。再下一次加拿大再舉辦世界盃嗰陣時，我同你都唔知喺邊度咯。所以今次我同老婆真係全程投入，去好多嘅球迷區睇波吶喊啦、打卡影相啊，真係珍惜機會樂在其中嘅。今次世界盃得主就係西班牙，我都幾開心喎，因為特朗普啊2個星期之前仲公開大鬧西班牙係最差嘅國家，要斷絕同西班牙嘅米路。點知7月19號呢，佢係要親自頒獎俾西班牙嘅球員，又話哎呀呢班球員啊係不可多得嘅勇士。總之啊，世界盃曲終人散，無驚無險又告別咗我哋啦。